你那么一阵的话，只在这的话，有历史都是被표的，历史这个有话比本身你嘛都得来学讲嘛个弗朗哦，古里都是的哪轮都伊了。我年都是那你和国么一路比大嘛过，和比 USA 的了，可点嘛都讲嘛个弗朗哦 ，USA 呢和怕就话的啊，苗花可了点了比和贵过比。下头就我就说，Tian Junli 里边了。USA 过就别嘛那你和贵呢，美国的一节没就我的可了点了，比 USA 贵过比下头就我就说 Lingo 里边了。USA 没差不多嘛 ，USS Benfold 那你和贵的我了比别点嘛 ，Parcel 一个路把提过。你都你吃你苦，是蛤蟆吃你的，世界就比和贵比下头就我就说。Tian Junli 里别了 ，USA 每年要么去年和贵就我的阿克，这里可能在要么比和我们一路比过是里嘛去的可能在两路，你们么子么过的家里苦去自家店面，可有比后面的么下头就我就说 Tian Junli 里。推服了咯 ，USA 一节美国比下头就我就说 Lingo 里 USS Benfold 那里么个的一节就过那个来他这里几巴拉嘛就我的女话的话越忙啊咯，和我们一路比大嘛过是连嘛的可能是那里 USA 忙啊。啊，都没好点嘛，很贵啊咯，很贵哩，衣服啦点嘛那你，么个的，一节住没不住，二来一住，这里面嘛吃贵啊苗，都住啊值得，这里彼此点嘛，这里面嘛吃啊可了点嘛，啊咯比 USA 一节没试过，下头就我就说 Lingo 里。贝拉弗拉罗，对的，只能你和我们一路比过 USA、Canada、Australia 没差不多，这点是你和贵没军系比差不多啊比你吃理解感觉掉了。我年都是那你对美国这里我说啦，那么讲我们历史这么个弗拉我啊，就是花花掉。